湖光山色，这是美浓的好风光——中正湖。想要环湖赏美景，踩着铁马也能享受田野风情。文史工作者宋景德当了导览员10几年，美浓有多美，一开口滔滔不绝。湖的名称叫做中正湖小型水库，它本身是可以是防洪跟灌溉的，主要是这个水就是抽取给这边附近的农田来灌溉用的。本来在高雄当记者，娶了美浓老婆，让他爱上客家庄的好山好水。带着游客骑单车游美浓，生态之旅一定不会错过。这个也是只有在我们美浓中正湖的周边才有。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整个湖边的每一口都是野莲池哈。除了能看到美浓特色的野莲田，走一圈处处有惊喜。非常好，因为这个区块是中正湖里面保持最完整的一个区块，非常的粗。清洗野莲这样的好功夫也能映入眼帘，农忙生活、风土人情不止在书本上，现实生活也能体验。你不是控马的呀？我马的呀，您是而要感受美浓浓浓客家情，民族路上客家文物馆一定不能错过。一旁的中正湖畔双柱地有着美浓最大伙房的称号。踏入永安老街，景星蓝山店就在眼前，衔接东门街时别忘了东门楼，穿梭其间斑驳的砖瓦诉说着全盛时期的容颜。到了民国30几年的时候，2次世界大战美军把它轰炸掉了，到民国39年重新盖成跟原先的那个造型一样，这个是水泥建筑，以前的是木头建筑的哈，非常漂亮的一个景观。巴洛克建筑的竹子门电厂，悠闲的小镇氛围，美浓小城故事多，放下繁忙步伐，踩着单车，周休假日等您探索美浓之美。一桩美浓好姻缘，一段美浓好山水，骑着铁马悠游客庄，编织独一无二的感动时刻。